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9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04天。前线共发生205起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前线数量最多，俄军发动了57次袭击。乌军昨日在击毙大量俄军的同时，还一次性抓获69名俄军士兵。乌克兰对俄本土的攻击持续进行中，乌军的无人机、火烈鸟导弹袭击克里米亚大桥附近区域，多地发生爆炸。别尔格莱德、普罗霍夫附近的油库、萨拉托夫的恩格斯空军基地、俄军野战弹药库等目标均遭到乌军的打击。乌军第14无人机团还袭击俄弗拉基米尔州的沃洛托沃磅站，莫斯科环线输油管道的柴油供应再次中断。可喜的是，在卡索菲亚尔前线，昨天乌军第77旅和第28旅已联手将俄军赶出了卡索菲亚尔城区，俄军目前已撤至郊区。在击毙大量俄军的同时，乌军还抓获了很多俄军的战俘。根据俄罗斯方面监测频道报告，赫尔松州与克里米亚被俄占领区域出现大量无人机威胁，据称无人机正朝阿拉巴特沙州以及战克伊方向飞去。也就是最近乌军对克里米亚的打击显然已经越来越频繁。在克里米亚前线，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信息，昨天乌克兰特种部队再次对黑海和克里米亚发动突袭，战斗中乌军还成功击毁了俄军的防空系统，在夜间响起巨大的爆炸声。现场视频显示，俄军的防空部队没能拦截住无人机，而且在被发现后还试图逃跑，但最终还是被击中。俄军方向监测频道陷入恐慌，声称乌克兰军队向克里米亚发射了大量的火烈鸟巡航导弹，目标包括塞瓦斯托波尔、萨基和克赤方向，并且瞄准桥梁区域，也就是奔着克里米亚大桥去了。不仅在克里米亚，乌军重点关照在其他地方的这个炼油厂、码头、储油设施也遭到了乌军的重点打击。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9月11日晚，乌军打击了位于普里莫尔斯克的俄波罗的海最大石油码头。该码头是影子舰队的重要枢纽，每年出口多达6000万吨石油，价值约150亿美元。此次打击导致一艘油轮和一个磅站起火，航运中断。据估计，预算的每日损失可能高达4100万美元。乌克兰安全局的无人机袭击了乌斯季卢加码头的几个磅站，也就是你看，乌军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打击这个俄军的输油管道码头。根据这个消息报援引俄罗斯独立燃料联合会的数据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后，燃油危机正在蔓延到更多地区。8月底，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千岛群岛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均出现汽油短缺。9月份，汽油短缺又蔓延到另外10个地区。国家杜马竞争保护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叫托尔杰夫承认，最初燃料短缺问题只是局部性的，但现在可以说其他地理范围正在扩大，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地区面临短缺问题。他指出，最初在偏远地区出现短缺现象正逐渐蔓延至俄罗斯欧洲部分地区。据独立燃料联合会会长巴热诺夫称，92号和95号汽油供应中断已导致该地区多家独立加油站关闭，加油站暂时关闭或不定期营业。总体而言，数周来多家加油站无法从炼油厂获得燃料。据路透社统计，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对炼油厂的袭击持续整个8月份，俄罗斯损失了17%的炼油能力，即每天110万桶。一些大型工厂完全停止了生产。新古比谢夫斯克炼油厂年产能是830万吨，萨拉托夫炼油厂是580万吨，
伏尔加格勒炼油厂是1480万吨，和塞兹兰炼油厂850万吨。8月份炼油厂总体停工量达到了640万吨，创历史新高。9月份，梁站炼油厂部分停工，该厂占全国炼油总量的5%左右。工厂停工导致汽油交易所价格上涨，自年初以来，汽油价格已上涨40%到50%。8月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即每吨92汽油约524美元，每吨95号汽油约594美元。消息报消息来源称，目前超过1000所机构希望在交易所购买燃料，但供应量极少，所有批次都瞬间售罄，整个燃油是秒光。乌军不仅轰炸俄罗斯的炼油厂、管道、泵站、码头，还继续动用特种部队、敌后武工队打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媒体报道说，潜伏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乌克兰黑宪章特工当场摧毁了 Z 志愿军的仓库，烧毁了用于建设防御工事的材料和工具，这些工事已加固，准备运往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区，损失总额超过1200万卢布。这都是敌后武工队在潜伏在俄罗斯海参崴进行敌后破坏活动。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地区发生多起爆炸，当地频道报道称，防空系统启动拦截，同时有乌克兰无人机飞越该市上空。最近乌军对俄罗斯的打击范围是越来越广，这个俄罗斯的飞地叫加里宁格勒，现在也被乌军列入打击对象。乌克兰无人机首次攻击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并以创纪录的数量飞向俄罗斯地区其他地区，说普京还未见过这样的报复性打击。加里宁格勒也在打击范围之内，让俄罗斯可以说是叫防不胜防。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叫达杰斯坦共和国一个酒精市场，实际上就是卖这个伏特加的一个大型的交易市场，也遭到乌军的打击。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嘴炮梅德韦杰夫来说不是个好消息，是黑暗的一天。这个影响到梅德韦杰夫喝早酒啊。根据西班牙媒体 ABC 报道说，俄军正加快行动节奏，对库皮扬斯克、红利曼方向、斯拉维扬斯克方向、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和红军村及其方向等战线进行打击和施压。俄军从空中进行大规模打击，仅在9月6日到7日夜间，就有800多架无人机和15枚导弹击中了奥德萨和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国防企业和设施。俄军从邓巴斯南部进入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向新帕夫利夫卡和大米哈伊洛夫卡推进，试图封锁乌克兰的后勤枢纽。ABC 指出，他说俄罗斯和印度的联盟正在加强，而美国旨在分裂他们的政策失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中称，国际原子能机构驻乌克兰团队宣布，在9月10日夜间，俄罗斯发动袭击期间，好梅利尼茨基和洛夫诺核电站附近发生了爆炸，同时有其他激烈军事活动迹象。也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乌克兰的2座核电站附近发现俄罗斯的无人机。这是双方在前线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加拿大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20亿加元，折合14亿美元新一轮援助。据悉，到今年年底，乌克兰武装部队将收到全部的50辆承诺提供的装甲运兵车。具体而言，新宣布的资助方案包括8.35亿加元用于装甲车辆、医疗设备、弹药、无人机及其他装备；6.5亿加元用于购买北约优先清单上的装备以及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2.2亿加元用于购买无人机、反无人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1.65亿加元用于支持联络小组内的联盟；1亿加元用于通过捷克倡议采购弹药。加拿大的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强调，这项援助旨在加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俄罗斯侵略下的能力，并强调加拿大将继续与盟国合作，为乌克兰提供支持。乌克兰的国防部长施米加尔周四宣布说，乌克兰已向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划拨一块土地，
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建造一座武器制造厂。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在其电报频道上写道：“自上次会谈以来，我们已完成了启动新联合生产设施的程序。9月9日，在乌克兰一个安全地区划拨了土地，将在那里建造一个新的莱茵金属弹药厂，以满足乌克兰国防部队的需求。除了建造工厂外，双方还讨论了装甲车辆维修和生产项目。”2024年10月，莱茵金属宣布，该公司正在乌克兰建造4座武器制造厂，其中1座已经投产。这个瑞典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8.36亿美元的第20批军事援助。瑞典国防部长9月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瑞典已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项总价值8.36亿美元的全面军事和民事援助计划。乌克兰新援助方案包含秘密系统和项目，但这些项目必须流到战场上才能投入使用。瑞典将继续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直到他们停止这场战争，并且瑞典还计划自2026年起提升对乌克兰支持力度，也就是一年比一年的支持力度大。2027年前每年提供约35亿欧元军事援助。这个瑞典对乌克兰的支持也是实打实的，都是干货。这2天晚上讨论比较热烈的、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无人机大规模入侵波兰的领空。这个德国人表态，德国总理莫尔茨说，俄罗斯政府这一绝对鲁莽行动是我们几个月来在波罗的海地区以及整个北约东侧目睹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的一部分，这对欧洲和平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梅尔茨认为，这起事件显示北约在欧洲的防空力量必须加强。这个德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呼吁北约在乌克兰上空击落俄罗斯无人机，这是由民进报道。这个叫托马斯·吕维坎普表示，应摧毁俄罗斯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和发射装置，并给予乌克兰在俄罗斯领土上应对威胁的能力。经乌克兰同意，可以在其领空内和威胁北约的领土上摧毁俄罗斯的无人机。这个吕维坎普指出，德国人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随着无人机飞入波兰领空，风波持续发酵。联合国安理会9月12日将应波兰请求举行会议。当然，俄罗斯国防部他发布的通报否认计划打击波兰境内目标，并表示准备与波兰方进行磋商。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那就是间接承认飞到波兰的这无人机是俄罗斯的，但是这属于意外，也就俄罗斯人他承认了，但是他不是故意要打击波兰。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他说所谓俄罗斯无人机出现在波兰领空事件可能源于失误，但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绝非偶然。北约官员说，目前尚未确定俄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是有意为之，但是也有北约的一些官员对媒体说，他说周三进入波兰领空的约20几架俄罗斯单向攻击无人机中，至少有5架据信试图袭击位于波兰热舒夫的一个北约军事基地，该基地负责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其中2架无人机被荷兰 F-35闪电战斗机击落，另外3架则在神秘情况下坠毁。波兰武装部队在周三晚些时候安全简报会上向盟国通报了初步调查结果的细节。实际上还有一个细节，你也可以说是巧合啊，也就是周三当俄罗斯无人机大规模进入波兰领空的时候，恰恰就是特朗普的特使凯洛格将军正好他是飞往波兰的时候，这个俄罗斯人卡着这个点搞这个骚操作，实际上就是要试探特朗普，试探北约，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应。显然普京这次又赌对了，北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特朗普呢，那更是为普京洗地，说这是个失误，不要紧张。这个波兰总理图斯克12日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俄罗斯无人机飞入波兰可能是个失误的言论。图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我们也希望对波兰的无人机袭击是一个失误，但它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作为反应，这个9月12日起，波兰关闭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尽管俄罗斯外交部呼吁撤销这一决定，泽连斯基他也说，他说美国特朗普总统的爱国者导弹不适合对付俄的沙赫德，并强调其主要用于弹道导弹。美国每个月生产50至60枚爱国者导弹，而俄每天发射500至800枚沙赫德。由于每枚拦截器的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而无人机的成本仅为1万到10万美元，因此他认为必须采用更便宜的系统或其他方法。北约、荷兰出动这个 F-35来拦截无人机，那这个成本太高，一枚空导弹好像都100多万美金、200万美金，而那个沙赫德才顶多1、2万美金。法国马克龙立马派了3架阵风战斗机到波兰，准备加强波兰的这个防御。实际上，《纽约时报》说得很明白，他说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后的3点思考。他说俄罗斯无人机昨夜闯入波兰领空，迫使北约战斗机紧急升空并击落部分无人机。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次重大升级，对西方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考验。首先，这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是否会认真对待这起北约领土的侵犯，还是会陷入调查、忧虑与内部争论，纠结于这次入侵究竟是真是假。尽管事件细节仍在理清，但这次行动看上去是蓄意而为。一架无人机或许会迷航，但这次进入波兰的却是19架，而在斯洛伐克、匈牙利或其他邻国却没有发现类似情况。这是普京一贯手法，他先试探，再观察反应。如果北约的回应仅仅停留在愤慨的推特和文章，他就会进一步升级。他的目的是恐吓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退缩。普京正在考验我们保卫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决心。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迪克·德宾表示，这种入侵绝不能置之不理。这个文章最后说，他说，与其每次都出动战机或发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无人机，北约更需要尽快推进已有的低成本反制手段。实际上，不管怎么说，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这个普京确实是胆子越来越肥，动作越来越大，对乌克兰的轰炸打击是越来越猛烈。这个不管怎么说，客观上跟特朗普的这种随机软弱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前任拜登虽然叫瞌睡桥，但是的确是人狠话不多啊。我记得俄罗斯每一次对乌克兰加大轰炸力度以后，乌克兰就会得到美西方的要么是更多的武器，要么是更先进的武器。也就是拜登以这种方式来回应普京的挑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而且有的时候都是新式武器、远程武器，已经到了战场上，美国方面才宣布，俄军就尝到了这些武器的厉害。所以说，特朗普确实他口声声希望双方能够和谈，他希望停火，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是在给普京的奖励。波兰的外长希克尔斯基他在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他们本应受到制裁，说的就是普京和俄罗斯本来应该受到制裁，结果却去了阿拉斯加。自那以后，袭击愈演愈烈。我希望特朗普能兑现承诺。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说，他说乌克兰需要远程导弹来维持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成功打击行动。这个希克尔斯基他还说，他说特朗普应该能够意识到普京在嘲笑他。言下之意就是你特朗普再装聋作哑，你再傻，你这个时候应该知道普京是在耍你，不要丢人现眼了，还去热脸去蹭人家的冷屁股啊。纽约时报说，他说普京向乌克兰、向欧洲、向特朗普发出明确信号。什么信号？是我不会退缩。对波兰的袭击标志着俄罗斯的侵略升级，但对于那些上周聆听普京演讲的人来说啊，他说这也是一场更广泛的资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他说在阿拉斯加之行之后，普京言论加上俄罗斯空袭的升级，似乎再次表明俄罗斯打算决定战争结束的条件。对乌克兰来说，普京的信息是他对自己的军事优势充满信心。普京警告基辅在欧洲的盟友，
如果他们继续推进在乌克兰的部署军队计划，他们将面临危险。普京向特朗普明确表示，他不会在核心要求上妥协，尽管他表示俄罗斯仍然愿意达成协议。同时，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又对媒体说，他说不能对乌克兰谈判进程过于乐观，期待他能立即有结果，也就是这是不现实的。毫无疑问，不能对谈判进程过于乐观，期待他能立即有结果。他说，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或许可以参考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特朗普也曾说，起初他认为能在一瞬间解决所有问题，但后来意识到这需要更多的时间。也就是俄罗斯人表现出来的是要打很久，想打多久就打多久。面对这么个局面，特朗普他在福克斯新闻台一档节目中，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也怪了，他说这个普京和泽连斯基总是不同频，这个我是翻译一下，就这个意思。他说，当泽连斯基希望和谈的时候，普京他不愿意；但普京愿意和谈的时候，泽连斯基他不愿意。特朗普说，我太难了。冲突双方持续存在的仇恨仍然阻碍着乌克兰局势的解决。在这方面，特朗普缺乏政治智慧，他以他的那个商人思维想解决大国地区之间的冲突，显得力不从心。从认知上，他就比普京、比这个泽连斯基、比欧洲这些领导人要低一个层次。那他怎么在普京和泽连斯基还有欧洲领导人之间斡旋呢？人家都把他当个傻子，当个小孩耍他。这个英国的前任首相，已退休的首相约翰逊，他说应当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冲突占领军本土军事目标，为此应该提供帮助，其他地区哪怕拿出乌克兰1/10的勇气来共同对抗邪恶势力。约翰逊承认此事不得不考虑，沿当前战线停火。这个约翰逊说，只要特朗普能强硬一点，在欧洲配合之下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然后再给乌克兰提供武器。约翰逊说，这个战争年底就会结束。大家看视频。Whatever people say about Trump, and I understand people's frustration about the kind of moral equivalence that's drawn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by the White House. It's infuriating to hear this kind of thing. We know who's in the right. It's black and white. It's good versus evil. Ukraine is a completely innocent, wronged party. We all know that. It was, frankly, emetic to watch, of sick-making, to watch Putin being welcomed to America like that. We all know that. But Trump, to be fair to him, has actually continued to let the flow of weapons go to the Ukraine,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e has actually toughened sanctions on those who use Russian hydrocarbons. What I think needs to happen now, Donald Trump to follow his instincts, really toughen up o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I think that Putin is in a much, much weaker position than people say. And what I would say to the President Trump, and sometimes I do communicate this, what I would say is, look, Putin's position is much, much weaker than people think. And I think probably weaker than Putin's advisors are telling him. And I think if Donald Trump applies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and he's then backed up by Britain and Europe, I think that there can be a real change here, and I think this war could be over by the end of the year. 约翰逊认为俄罗斯非常虚弱，比大家看到的还要虚弱。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从战场上看，这俄军的战斗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第一年好歹啃下了马里乌尔钢铁厂，那下面全是堡垒，能经得住核弹的攻击。第二年普里戈金好歹拿下了巴赫穆特。这第三年格拉西莫夫死了多少人，堆人头，好歹拿下了一个阿夫迪夫卡，大家都有印象吧？结果这战争打到第4个年头，俄罗斯拿下了什么知名地方呢？根本就没有，颗粒无收。从去年8月开始，不是8月，去年应该是4、5月份开始，就要拿下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现在已经1年半过去了，
波克罗夫斯克还在乌克兰人手上，俄军伤亡惨重。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俄军要想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全部占完，需要4年时间。4年都不重要，关键俄军还要死100到200万人。从刚开始，俄军和乌军的火炮比例大概是10比1，甚至20比1。我记得俄军最多的时候一天是要打8万发炮弹，乌军只有几千发炮弹。现在双方的火炮炮弹差不多已经追平了，俄军的优势越来越小。等到乌军 F-16 越来越多，飞行员越来越多，制空权会发生逆转，俄军恐怕就更够呛。这是在前线，你看看现在双方完全是叫战略相持。你要想把乌军打崩溃，短时间看根本就没这希望，没这可能。那在外交上面，俄军连失叙利亚、中东的伊朗、高加索地区的这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小兄弟胡塞武装也顶不住了，还要怎么弄？剩下的都是酒肉朋友，指着在薅鹅毛，占俄罗斯点便宜。所以我说，北约和特朗普确实选的有点软弱，比拜登还要软弱。我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就应该趁着俄罗斯他的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就借着这个机会，北约应该在乌克兰上空划出禁飞区，这个上空的所有的飞行器全部击落，因为影响到北约国家的安全。我总不能等着你的无人机飞到波兰上空飞进去了我再打，我来不及，我必须提前，也就是在乌克兰的西部成立一个缓冲区。普京不是喜欢缓冲区吗？那我给你成立一个，搞一个几百公里的宽的走廊出来，谁的飞行器飞到这儿都得击落，完全可以。因为它这是防御，它并不是说打到俄罗斯本土轰炸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人家是防空，对不对？是拦住你的飞行器，是防御。我们再看一看朝鲜派部队到俄罗斯到库尔斯克参战，说打就打了。你看人家魄力，普京的魄力，司令官的魄力，那根本就无视这个什么北约什么特朗普这些人，就知道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北约也不要说那些硬气的话，什么轰炸俄罗斯，什么派部队进入俄罗斯什么的。你在乌克兰西部成立一个禁飞区，这完全是顺理成章，这是自我保护，因为已经遭到袭击了。但是北约和特朗普都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牙齿打掉了往肚子里咽，胳膊打折了往袖子里藏，然后全指望着这个乌克兰人跟俄罗斯硬耗。乌克兰人宣传说永远不要忘记你为何可以安然入睡，那是因为有乌克兰人在那保护，因为有乌克兰人在前线死扛，欧洲才可以安然入睡。根据俄罗斯方面的统计，目前大约有70万俄军驻扎在乌克兰境内，也就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在前线有70万作战部队。我在想，这么多军人，他们基本工资至少是20万卢布一个月，也不算什么第一笔入伍的奖励，后面受伤的补贴，还有抚恤金什么之类的。但70万人一个月，一个人要20万卢布，这是什么概念？天文数字啊！这个再加上消耗的炮弹、武器、坦克、炸掉的装甲车、炸掉的石油，还有昂贵的什么超音速导弹，那些一架动不动1亿美金的飞机，这是多么大的消耗。所以约翰逊说俄罗斯比想象中要衰弱，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也就是俄罗斯很有可能就在崩溃的前夜。在美国的提议下，说 G7 国家对俄能源实施广泛制裁，说美国将敦促其7国集团盟友对印度还有另外一个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行为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以期促使普京总统结束冲突。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